现在我们讲到就是天人的痛苦，阿修罗道的痛苦就是讲到就是阿修罗道总的来说呢，主要就是战争。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投生到阿修罗道，投生到阿修罗道以后，会怎么样子的结果？这个方面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所讲的这个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方面就有一些的那个认识，或者是听出，或者是看出来一些的道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最主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阿修罗道的痛苦是，并不是说是只是去博物馆里面看一下过去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样的，只是一个这样的感觉，不是，我们就必须得要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这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要不要变成阿修罗道的众生，这是重点。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想要变成阿修罗道的众生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要断除嫉妒心，从内心里面听到自己认识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有些人听到他们的一些怎么说呢，功德、智慧、能力的时候呢，不能不开心。尤其是听到其他的人在修持佛法、修善断恶的行为方面，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不一样的成就的时候，更加的要有欢喜心。我们做欢喜心的功德是什么？看到人家在修善的时候，我们有欢喜心来随喜赞叹他的功德的话，他有多少的功德，我们也同样的会得到一样的功德。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对治我们的这个嫉妒心。如果是我们没有去欢喜的情况下，没有做这种随喜赞叹的心的话，那应该是你有嫉妒的心，或者是就把它当作是很普遍的、很普通的，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种，就没有功德还有另外一个，你就是知道他在他在修善，而且是他有这些功德的情况下，你就心里就是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你的贪心，你的那个嫉妒心不愿意听人家的功德，也不愿意提人家的功德，不愿意随喜赞叹人家的功德。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嫉妒心特别重，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听到人家在做功德的，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你心里起一次嫉妒心，所以你就是在造业。听到人家在修善在什么地方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座寺庙，或者在什么地方就是供养了很多很多的僧众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做了很多的放生，做了很多的布施在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就是闭关多少年，然后他就是修善，他有多大的慈悲心，多大的菩提心，以这种听到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要欢喜。欢喜的时候呢，你就消除了你的内心的这种嫉妒心，而且是有非常非常非常殊胜的功德。所以他有多少的功德，因为他的原因，你也是有增加了你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实践的一切你没有办法就是肯定说哪一个才是最如法的，哪一个才是最不如法的。所以以后必须得要知道如法的跟不如法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居士来说的，根本就不是说如法与不如法是你们能够要去决定的一件事情，根本就不在你们要去讨论或者是判断的一个地步。我们必须得要修持自己是为重要的，并不是他人的行为如法与不如法，是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或者是我们的修行他影响到你的心情的话，这就是影响到你的修行。他人的功德变成你的内心的一种嗔恨或者是嫉妒的这种对境的时候，那你就是在造业者。他是修善者，但是你是造业者所以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善的功德，你都是必须得要欢喜的。那么其他实践的方面来说到，也是今天是一个政治人
就是做正直的人，他做得好也好，不好的也好，我们一个修行人最好不要去骂他。做得好的时候，你就赞叹一下，他是可以，这个就没有造业，但也不能特别有干倔的，就是一正直的那种感受，就是说我方有他方，或者是我支持他，或者是，然后就是相当就是降低另外一个他的对手的那种的想法，有严重的去，然后支持他的话，也是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呢，这是不太好的，我们不需要的，因为我们修行人来说的话，必须得要以慈悲为怀，对一切众生以菩提心为包容的所有一切众生的一切行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今天自己以贪嗔痴的感觉，贪嗔痴的因素，所以就是相当就是我的党，他的党，我的牌，他的牌。什么什么，这个他就是做的比较好，那个什么人他讲的就很不好，然后就一直就是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会造很多很多的口业，那些都是不好的，那些的因果都是你内心里面放不下的那一天，对你是会有因果的，对你会有非常严重的果报，所以你们这个一定要知道，不然你们就觉得哎呀这些是基本的吧。基本的这些贪嗔痴都不能断的话，那你就不是什么修行人。真正的讲的话，从你修行到现在，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改办这些贪嗔痴？相当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相当比如说今天就是去参加一个选举就是要做投个票，这些事当然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任务。相当就是负一个责任，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太大的感觉是不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要知道，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天道跟阿修罗道之间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过去的因果，所以呢，就是一切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他们本身有他们自己的因果。如果是你觉得我也跟这里有很大的关系，今天选择一个好的领导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很好，就这样想的，这也是看因果在有一个时间，就是像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疫情的这种影响影响到经济，影响到人类的心情，影响到人类的这种生命的安全等等，这一切都是谁原因呢？没有办法。谁都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类共同的因果所以共同的因果就是严重的，然后就这一次就没有命了，然后就是再稍微轻一点的，但是也是感受到自己生病、家人生病等等等，失去家人等等的这种，那就比较再轻的，就像比如说今年我们这边台湾的话就最安全的地方，也可以最轻松的地方。但也是自从一开始这个世界上有了疫情到现在，所有的人的心还是不安每天到晚都是去哪里都是要戴着口罩什么的，到现在就是在比如说坐车也好，坐那个地铁也好那么坐那个捷运也好，全部都是必须得要戴口罩，不然的话也不能进去嘛。所以等等这些一切，那心里有没有恐惧？也有这些都是一样。我上次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就坐一个出租车，我就一上车就在外面我那个时候也是有尽量的戴口罩，但是那一天就在外面没有戴口罩。我上完车以后就马上就戴口罩，然后就一上去就是喷一喷酒精，喷一喷酒精的时候，那个司机就给我说什么，他就是自己说，哇，这个病这次如果没有早一点好的话，很多人就怕都会怕死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真正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多可怕，就根本就这个区域里面没有太多的病人，但也是很多人都很害怕。但这个是原因吗？当然都不原因，但是因果就是这样，谁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我为什么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对这些实践法方面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感受的原因是什么？也并不是说你一个人能改变这个世界，不要说世界，你自己住的一个小区
小区有多少个住户，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你想去改变一下小区的里面的每一个人的这种思想，你有没有能力？完全没有啊。那有些人就是想要改变一下你自己家里的事情，都是很难啊。很多家只有2个人，夫妻2个人，连小孩都没有的话，那你想，你说我的家就是2个人嘛，但是你是不是2个人的所有的行为，你一个人的想法去改变一下，有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啊。你想要就是改变他，然后一直就这样坚持到你自己的想法坚持到1个月的话，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可能要去离婚，对不对嘛？所以就这一切不是自己做得到的，唯一的能做得到的，而且是最殊胜的，而且是生生世世当中最需要的什么？我们想要改变因果，想要在六道轮回当中要脱离出去的话，你自己精进努力的这一生的生苦意思，一切都是往那种修行的方法走，往善的方法走，好好的努力的修持的话，你能够得到解脱，这是肯定的。那想一想，我们实践的很多做不到的，很有这种怎么说呢？很有痛苦、很有压力的，而且是起不到太多的效果的这个上面所做的努力，跟为修行所做的努力，看每一个人自己的一生当中，自从认识佛法到今天，几个月也好，几年也好，几十年也好，没有关系，仔细的去想一下，你付出的都是往哪里？大部分的人的大多数的时间付出都是在实践法上面。实践法上面你改变了什么？身体一年比一年不好，因为年龄一年会一年大嘛。那你美容也没有用，化妆也没有用啊，都是现在就是很多手机里面可以美拍的话，就拍成很年轻的，就跟这个一模一样。你化妆也是跟这个拍出来的一模一样，只是就是要骗自己而已啊。实际上，寿命一天比一天短，年纪一天比一天老，健康一天比一天弱。但是你一切的努力在哪里啊？就没有啊，看不到，都是一个零。那如果是你真正的在修持佛法的情况下，那就不一样。从内心里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就烦恼越来越大？原因是什么呢？想不通。自己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能力的时候，当然心里就是越来越痛苦啊。但是修行的结果不是这个样的。修行人呢，就越老越幸福啊。内心里面越修，是不是越年轻？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年纪是不管什么样，释迦牟尼佛也是到了81岁的时候呢，他就显出他已经圆寂了。没有留下来，一直在人生弘扬佛法，是不是对众生没有慈悲？是不是传法是不重视？都不是。但是到了这个时间就必须得要走了，所以人也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老病死是免不了的，但是内心的幸福是完完全全就可以自己去创造。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一个种地的人来说的话，就是把种子埋下去地下的这个最好的时机呢，一年不知道有多少次那么这个时间是很稀少的哈。那么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又以此获得了能够可以再种下好的种子，能够可以获得最殊胜圆满的佛果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在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而且我们现在有下半人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得要感觉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平常都是讲今天也在这里再提示一下，因为作为一个修行
人已经皈依了佛门以后，很多的其他的那种杀人放火等等的这些业是不会去造的，很少会有这些的问题，杀生也好等等，这些骗人也好等等，这些的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几乎是可以说是很多人来说到就不会去造的。尤其是今天在现场的所有的师兄们来说的话，都是这些方面是比较少接触的。但是在佛教的圈里面也有一些的嫉妒的问题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我就经常也是说，我们金刚师兄之内跟上师有弟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能变越来越不好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是在我们佛教徒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用词里面来讲的话，那上师与弟子之间跟金刚师兄之间的戒律不能得罪一个金刚师兄，不能让他不开心。你不能让他不开心的话，你们两个之间的戒律就破坏了。那么这个就是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听得懂。所以我经常都是说，金刚师兄之间，因为我们修持佛法是不是为了实践法而才修持佛法？修持佛法是为了要解脱六道轮回的痛苦，获得圆满正等觉佛果，所以才我们来修持佛法。所以我们佛教的圈子里面，金刚师兄跟金刚道友之间呢，实际上不要做太多的关系，就是那种密切的那种朋友关系都不要去做。经常为什么这样说并不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可以好起来，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要好一种程度，必须得要继续下去，到成佛之前都是不能不好的关系产生。所以实践人我们都是在修行的过程，还是一个人，所以就是一个人是会有烦恼的，贪嗔痴还是存在的，五度的烦恼都存在，嫉妒也是存在的。因这样的情况下，今天是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变成因为一开始是不认识，但是呢就跟一个上师的坐下皈依，然后在一个传承里面学习佛法，变成了金刚道友。变成金刚道友，相互也越来越了解，越来越认识的时候，变成生活中的朋友感，变成工作的帮友，相互可以帮忙，相互可以依赖。这种时候有需求，那么就搞不好的话，这就会有分裂分开你们经常就是很多人说我跟他现在没有联系了，就这样，就没有联系是说起来就很简单，但是金刚道友之间变成我现在跟他没有联系，就很严重，破坏了戒律。所以就是一开始就保持一个美好的距离要有一点点，什么都是要有一点点分寸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维持好的这种戒律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时间方面，有很多人，因为我就出来在弘法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很多的社会，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趁这个机会认识了以后呢，就那么我的商品推荐给他，他的商品我也去接触一下等等，这种工作的很多来往，这些都是不是什么真正的修行人。他进来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他进来的目的本身就是想要修行而进来的话，那进来以后他自己就夺走了他自己的修行的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道路没有办法好好的修行甚至呢就是造业，他就创造了一个自己可以决定下地狱的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就非常的可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讲到的就是嫉妒心的部分嘛。那嫉妒心，那我们的师兄们，因为我们已经是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就多多少少了解。所以我们的师兄们来说到基督性比较，也可以说是比较轻的，应该也有一些吧，但也是很好的，也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但也是这个我们就顺便提一下是有必要的，所以一定要以后要更加的对这些方面都是要有感受，要知道这些都我们要所断除的跟所行持的部分啊。自本作人着光